由我哋照顧嘅動物大使當中，有唔少都係瀕危動物。而瀕危係由國際自然保護聯盟 IUCN 訂立嘅瀕危物種紅色名錄中嘅其中一個紅色級別。大家可以喺畫廊入面認識到畫中動物嘅瀕危級別，從而更珍惜保護佢哋。大家可唔可以一齊諗下點樣同海洋公園一齊保護佢哋呢？感謝大家嘅支持，我哋一定會繼續努力，令公園呢個體驗式學習平台得以發揮全面功能。瞓咗覺。好，呢度有一隻佢哋瞓覺都中意捲埋一嚿嘅喎。